歡迎收聽 He Observed True 頻道。呢個係一個專注、真實同理性分析嘅新聞頻道。雖然係一個細頻道，如果你覺得內容有價值，請你訂閱、點讚，支持我哋繼續報道。狗可以入餐廳？香港人寵共融真係得？各位聽眾，香港嘅狗仔隊唔係講緊追明星嗰啲，而係真狗仔，準備可以坐低食飯啦。食環署計劃推出全新寵物友善食肆牌照，最快5月接受申請，第一階段名額大約500至1000個。簡單講一句，以後部分餐廳狗可以合法入內，唔使再偷偷摸摸坐門口，主人同毛孩終於可以名正言順一齊嘆咖啡。消息一出，餐飲界同狗主界反應可以話係有人摩拳擦掌，有人開始頭痛。先講生意先。喺西貢一帶本身已經係人寵共融熱點，有咖啡店負責人直言，如果成功攞牌，估計生意可以多1至2成。原因好簡單，狗喺度，氣氛好，客人坐耐啲就叫多杯，加多件蛋糕。有店主計劃將遠離廚房嘅位置劃做寵物區，一邊照顧狗，一邊有唔嚇親怕狗嘅客人，聽落都算平衡。不過問題嚟啦。點樣先叫合規？一間餐廳可以入幾多隻狗？如果2隻狗突然眼神交流過度，氣氛開始緊張，點處理？最關鍵一句，要試過先知。唔少餐廳負責人都話，政策方向支持，但執法細節真係好模糊。有咖啡店曾經貼過歡迎動物告示，結果換嚟嘅唔係多客，而係巡查次數增加。甚至有人擔心，如果隻狗唔小心掂到張台，算唔算違規？呢啲問題暫時冇標準答案。再睇空間問題，香港餐廳有幾大？一句講晒，人轉身都要諗策略。有狗主直言，蚊型餐廳對狗同人都係壓力測試，空間細，狗多，好易擦出火花。佢哋建議政府發牌時應該考慮餐廳面積，甚至設狗隻上限，唔好一間300尺鋪頭賽5隻中型犬。亦有市民話，港島區選擇多啲，九龍、新界相對少，夏天焗住同狗坐戶外，真係考驗感情。對佢哋嚟講，只要可以一齊入餐廳，就算要牽繩、要入袋，都願意配合。立法會方面，亦有人支持慢慢試。有議員形容，呢條法例30年冇喐過，今次改動應該俾時間觀察，半年後檢視成效，睇下投訴數字、執法情況有冇亂象，唔好好心做壞事。亦有人建議加強公眾教育，教狗主點樣做負責任主人，教餐廳點樣定清晰守則，門口標示清楚，俾市民自行選擇入唔入。支持派就話，呢個唔只係寵物政策，係一門生意。申請費只係100幾蚊，唔使大裝修，就可以接觸一班肯消費、肯為毛孩買單嘅客群。對挨緊租金壓力嘅餐飲業嚟講，係低成本新出路。總結一句，狗可唔可以入餐廳，其實唔只係衛生問題，而係城市有冇空間容得落唔同生活方式。下一步就睇制度清唔清楚，執法會唔會過火，同埋香港人準備好未同隔離台嗰隻柴犬一齊食下午茶。記得點讚、訂閱 He Observed True 同撳埋鐘仔。你嘅支持對我哋呢個新聞頻道非常重要。多謝收聽。